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成。今日来到这，吼，你有看到气象署来这要找一位老师，这是前气象局的局长陈明典陈老师，伊要带咱来，唔是要来佚佗，要来导览，要来看讲气象署的工作啊，是安怎来预测到气候啊，对咱的人类的这个生活有啥物影响？对咱台湾具体有啥物影响？来看。有人讲哦，伊是气象之神呐，但是伊根本就唔是神，伊是人呐。来，陈老师吼，咱约束伫遮吼，这是啥物物件？这叫做百叶箱。哦，这好马车啦。好马车。哦，好马车。好马车。咱看到这就讲，哦，这是气象局的。对对对。这全台湾才有几座啊？这有100多座哦。啊，上悬的伫倒位？上悬玉山。哦，上悬的玉山嘛有。嘿。啊，这内面拢差不多放啥物物件？这本来是放温度计阮叫做温湿度计啊。温度计啊，温湿度计。嘿，啊，毋过即马无咧用啊。哦，即马退休啊。退休啊，对，嘿。即马用啥物？即马用这个。哎，用这个哦。哎，用这个，哎。哦，这个叫温湿度计。风安尼对只抽入来，啊，咧内底电子的。风对只抽入。哎，抽入来。爽。温湿度计。哎，对。我即马进步到安尼。哎，对。一粒。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改做安尼咯。嘿，即马拢改做安尼。这3个吼，就是讲，本来讲有一个海气，你还佫2个。佫2个通用。啊，3个阵拢好的时，3个来互相比较。平均。哎，对对对，安尼较准，这较俗啦。啊，迄阵这吼，拢爱人工咧去处理。去处理，啊，佫爱一个人，佫爱个处理。对对，啊，这即马拢全自动的啊啦。哦。啊，阮这气象哦，若无关清哦，阮无法度。有报，无本呐，嘿，无本，一定要有这资料才有法得。无本就是安尼。啊，这是囡仔咧，这游泳池哦。哦，这鸟啊，足爱食，啊，毋过这毋是要互鸟食。这毋是水池啊。哎，这个叫蒸发皿啦。哦。啊。哦，看讲太阳来啊，蒸发偌济。对对，嘿，这吼伊有迄刻度吼，看蒸发偌济吼，伊的变化。蒸发。哎，蒸发。这一桶一桶是古早的，啊，这是什？这蒸发啊，迄是雨，这雨水、让雨水入落来，吼，啊，伫遮收起来，啊，看落偌济雨。咱咧天气预报拢咧讲，哦，这雨量偌millimeter，毫米吼，几毫米，拢用这量的。哦，就是这咯。啊，才有一个上新的，迄个，嘿，这个上新的，啊，迄个看下，敢若。敢若切迄个目睭的，哎对，这吼叫做光学雨滴啦，雨滴谱仪啊。哦，你算雨滴的？嘿，这一粒一粒雨落来，拢看清清楚楚。啊，你只若知影这雨偌大粒，啊几粒落来，你马上算做讲哦，落偌济雨。哦，是哎，算到一粒一粒哦。哎，对对对。哦，比如讲哦，哎。即马是查某雨，啊，即马雨尾啊，安尼。对对对，因为其实吼，咱这雨水吼，有大粒有细粒，吼，啊大粒细粒，咱用雷达咧看，吼，其实大粒甲细粒吼，迄反应无共哦。安怎讲？你怎讲大粒的较济吼，啊细粒的较少，吼，你看到迄咱个回波会足强呢。啊，你怎讲拢种细粒的较无大粒的，你回波会较弱。较弱，啊，毋过即啊两边斗起有点仔是变大的雨，变大的雨，嘿，所以咱就要用这来比较，啊，较精确啊，嘿，较精确对。哦，这嘛是有差呢吼。哦，咱即嘛因为咱啊大家太重视咧落雨咧，大雨细雨差真济，差真济会叫骂。对对对，咱一定爱观测啊足准，咱报甲报会准啊。这会足有影呢吼。这其实吼，这差不多这20几年来吼，我观众朋友讲，差25档、26档进前吼，迄阵啊，个气象局的时阵吼，开始有这对啦，迄阵大家拢爱讲笑讲晴时多云偶阵雨，逐工拢晴时多云偶阵雨。迄阵确实咱能力无遐大啦，
啊，所以有当时工具无够。哎，有当时开始无法度分工，今仔日是安怎？咱即马已经报啊讲，哦，像今仔日，咱即马是这叫做多云。多云。即马还未落雨，咱到中昼了后，有雨对了，才会落雨。即马我讲者啊，过去看这云，哦，惊，嘛报讲哦阵雨，无惊落来吼，大家因为有本有数字。对。咱若普通来看这个云，安尼乌，我会当甲阮后生讲，郑老师有甲我教讲啊，这乌这个下晡。确实乌是较会落雨啦，啊，毋过吼，今仔日这较特别啊，因为这对早起就伫遮，吼，早起伫遮，这就是咱这等于是甲海陆风有关系，吼，啊，因为即马日头出来，啊，山迄边会对流会开始起来，啊，这边的风会吸对迄边去，啊，所以这边的云会流较消减，较消减，所以这要落雨的机会无偌大。啊，到下昼了，甲下昼了，这有影哦。人讲你气象之神就是安尼，安尼讲规大段，我一直点头。小等，看咱气象预报就知啊。哦，咱后面还佫较精彩，斗阵看落去。咱来个这个注定哦，老师，咱来个注定是要看啥？看云，看云哦。哦，其实吼，虽然阮咧天气预报即马咧看电脑哦，啊你有当时嘛爱出来看云，啊无感觉去，哦，有影。有当时吼，人咧讲笑，讲伫咧办公室内底讲看，无雷达微波，无云，哦，今仔好天，一出来讲落大雨。嘛有这种情形。嘛有这种情形对，因为有当时这云哦，伤过紧，吼，咱个资料还未入来。啊，这边咧落雨啊，而且区域有当时有些微气候。对。我迄阵伫咧气象交时，我起来遮就是爱看咱这吼圆山，吼像咱即马看吼，迄站厝的边仔遐吼，迄圆山有一个这凹落去啊，迄阵若无云哦，已经看到大坝尖山。哇，白偌久哦！阮大遐做叫白偌久啊！哇！啊，这吼差不多80公里远，80公里远啊！嘿，80公里，80公里对。嘿，啊80公里哦，其实咱台湾哦，差不多10年前哦，空气较歹的时候看袂到。嘿，啊是咱即马吼，开始北部的空气愈来愈好。有较改进。嘿，有较改进。啊，所以咱就能看会到。啊，今仔日是云伤济啦，无彩。高。嘿，啊无我感觉这大坝尖山远看嘛真水呢。是啊，而且看这天清吼，咱这今仔日应该是咱要进入秋天啊吧？咱今仔日这其实也加热天的较高。哦，像讲你拄则入来时，咱看这云拢伫这边，哦，这边较乌，啊这边清，啊这嘛变过来。对呢。变过来，对吼。啊，坐伫楼骹在行起来安尼。这就是吼，咱这有雨对流要开始啊，吼，因为这日头拍过来，对山迄边先烧起来，因为山较悬，吼，较悬迄边。叫我看迄个大冠石安尼咧叫啊，气流，透这个气流啊，咱的上升气流是对山迄边起来，吼，日头出来时是对迄边起来，啊，所以当这气流就去扭过去，啊，所以本来咱早起伫这边的云怎啊散去，啊变迄边起来，嘿，啊，所以早起有人问讲，哦，这云遐乌着会落雨无？嘿，我讲袂啦，落来拢这边较会落啦。哦，表示你听我做地理线啊呢？这科学哦，这是科学哦。这唔是神通哦。这唔是神通哦，这是科学哦。这科学哦。吼，但是吼，我打起来了，我有感觉这皮肤吼，小可安尼湿的感觉。对，其实有了了有雾蒙啊吼，因为即马这边大吼，啊，毋过早起的云确实有了较高一个。啊，所以有了啊，这雨水有了啊落来，啊，毋过伫咧中央就蒸发去啊。所以讲咱即摆涂骹拢大的。这表示今仔湿气有够。所以讲下昼这边会落雨。还个雷公线啦，有雨对流拢会安尼。哦，雷公线啊。一般人，咱也是会当训练家己。咱这其实哦，你只要有经验有趣味，你家己有知影安怎。这气候天气安怎变？
其实吼，足侪阮咧庄稼人吼，足侪当人咧长辈吼，那有一寡经验，其实拢真有用的。讲圆啊，若是安背甲加加。哦，讲咱要落大雨。迄就是讲湿气重吼，伊的食物吼，小虫拢伫背较低，背较低。嘿，所以讲圆啊鸟。啊，那田圆呢？田圆吼，敢若倒变是吧？田圆背较悬。对，背较悬。啊，佫有迄个白虾。啊，白虾出来要做大水啊！啥叫白虾出来做大水啊？其实吼，即卖研究是讲吼，伊是甲湿气有关系啦，啊，毋是100%准，啊，毋过吼，大部分拢有关系，因为湿气来吼，就是表示咱讲南风来啊，迄伫咧咱梅雨季的进前啊，咱台湾的白蚁拢伫咧梅雨季进前，南风开始要来啊，水气较重，啊，因就飞出来。哦，唔是讲伊本来住喺茶内面，啊湿了哦，紧走啊，唔是这个意思。唔是。哦，我安尼误解呢。我主持人也做讲，伊本来住喺茶厝内面，啊水来咯，紧走安尼。出来吼，等于要搬厝啊，要搬厝啦，要搬厝，要搬厝。啊，才走出来，怎啊走出来？哦，安尼了解，真趣味的。啊，佫有哦，其他咱关于着气象气候，免咱来分别。小等，佫来请老师继续来甲咱讲。咱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这个预报中心，咱这气象署的核心。哦，所以就看到这预报的人，他们就徛在遮。唔是哦，这是咧讨论哦。这是咧讨论的。这普通时无互人入来哦。这算做指惊城就对了。这咱的心脏啊，这所有的资料直接拢看会到。这有影的吼。咱即马吼，最近吼。拄啊好，最近大家拢咧问讲，啥是高层冷心低压？小弟，高层冷心低压，嘿，啊，迄什么意思？咱过去吼，其实这真济啊，过去无咧讲。你按听起来，观众朋友按听起来，敢若是讲马总统咧受气，这高层冷心低压。来，咱来看吼，这样咧咧说吼，有明显无？啊，安尼说。啊，这人安尼逆时针咧说叫做低气压，啊，即马这资料是伫咧足悬的所在，所以是高层冷心低压。啊，你想看觅，即顶头是冷，啊下底是烧，啊是毋是安尼倒变？一直加滚。所以讲咱这若入来咱这陆地的顶头，啊，咱的对流会较强。啊，这就买命咯。所以因会影响到，啊，毋过对咱台湾无影响。咱即马台湾顶头吼。这安尼来，这等于有了下沉，所以讲会较稳定，吼。哦，这看起来敢若万里晴空共个。所以早起时吼，咱的云无讲偌济，啊，毋过下昼咱这日头晒过吼，烧起来，我来对流，咱来看，这边。这个今仔日的午后对流，哦，拢伫咧山区的。所以它主要迄是大气候。啊，这是微型的。对，这个看咱台湾，哦，所以这咱拄则有看吼，讲早起云是伫咧湖口这边，啊尾啊，咱尾啊看云变伫山的这边，就是这边就要开始咧发起来。所以是红。红就是要落雨啊。哦，因为咱这摆录影的时间差不多就是11点左右。这差不多到下昼，差1点2点了后，山区就开始落雨。今摆看真准哦。哦，就遮就当来。这就是咧。大电脑咧预报出来，所以有当啊，咱遮天靠极端是。哦，就是这。啊，他做下这，你睇老师，咱来看吼，你讲，伊若这对流来到遮，这是陆送。这陆送对，菲律宾。这菲律宾的陆送。来到遮，伊这对流真强烈，是会落雨，还是起风，还是安怎？等于下昼时诶，甲咱共款的午后对流比咱较强一寡。哦，所以对流必定是会落雨吗？对，应该拢会，下昼时拢会落雨。哦，自水来安尼看吼。OK。这吼，咱普通人无法度看到这啦，啊，咱这预报中心吼，就是有遐定这资料，无法度规拢互大家看。
毋过因拢有看，所以讲因的预报会较准，咱就爱参考因的预报。哦，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讲，咱看到遮伊咧跑，这是偌侪台的这超级电脑，还是讲？哦，这就是卫星咧看，卫星咧看。哦，这是最这个，伫足悬的卫星。这是咱就叫做这叫卫星图了。对，卫星图对。哦，啊，若讲雷达回波咧，这是。哦，来，咱来看雷达回波。这个雷达回波啊。对，这个雷达回波，即马咱台湾顶头无，毋过咱东边才有。哦，啊，这下昼咱才会起来，咱来看钟，因为咱这时间还未到，咱看钟的情形。来看钟。哦，这是钟啊！哦，钟就对遮开始，你看，规个愈来愈济，愈来愈济。啊，啊钟这么大伫遮人就知影，哦，这雷公信啊，这雨就真大。哦，啊，这雷达回波是倒位的雷达？咱台湾吼，即马有4个，一个五分山，啊，一个伫咧七股，啊，一个垦丁，啊，一个花莲。有4个，等于较大粒的，啊，佫有3粒小粒的，啊，一粒台北、树林啊，台中，啊，加这高雄。我毋是敢若5斤尔咧。咱这小粒的时看较近，啊，看较清，啊，这大粒的时看较远。风台来时，咱这花莲的雷达会先看到，这爱看较远，啊，看远你就无法度看伤近。所以咱有这叫做长距离的雷达，啊嘛这小距离的雷达。雷达的原理是啥物？原理拢共款，拢咱个电磁波吼，电磁波安尼撒出来，啊伊碰到这咱这雨滴、水汽，水汽、雨滴，啊伊就会弹上回来，会反射来，啊咱甲接收，啊就知影。雨滴是偌大偌济，啊，所以这回波就是有雨滴所在。这雷达伊是安尼，伊安尼一个一束直看，安尼叫做扫描对，安尼扫描，一站一站直看，一站一站安尼扫，对，啊，咱这长程雷达，规个拢看一遍才来10分钟。哦，所以唔就敢若咱人咧做迄个。电脑断层共款，差不多，对，电脑断层，对。啊，一延，安尼扫。其实原理差不多共款，对。这等于咧看咱顶头天气的断层扫描，对。哦，所以安尼总共4粒大粒的，啊，即嘛3粒小粒。3粒小粒的，哦，这个雷达回波啦，这真重要，咱当即嘛有好对了，拢爱靠这。啊，这有当拢每日的这及时的，这10分钟先做了就入来，10分钟就入来。哦，所以伊是应该伊的作用就是讲，我甲你讲哦，这远啊，这所在吼，佮安怎，啊，而且我2个时间点来算讲，啊，伊才对遮走来个遮。啊，对，阮定定拢安尼算，啊，所以你怎知影伊安怎走？啊，你用先知影讲，伊后壁这边要落雨啊。哦。有阵去偷看你等。讲好一个，是，今日学一个撇步哦。但是哦，小仔还佫较真侪闭关，要来看吼，这展览室内面吼，气象局唔单是敢若这个雷达回波啦，还佫有地动，来看地动的监测仪是啥物款。其实吼，气象署内面吼有2个单位。一个咧看气候天气的，一个咧监测到这个地动。地动的对。啊，这种地动仪啊。哦，这古董，这应该是100岁啊，古董。我看这1928的。啊，这古董吼，因为咱这真重视地动吼，所以讲咱甲这古董摆照大家看。啊，这古董，啊，这嘛是古董，啊，这比这个较新一个，这上古早。较大只，较大只，啊，愈来愈缩减，变较小，啊，咱地动监测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吼，咱这差不多1945年的时吼，美国人替咱装一个这地动的仪器，啊，伊唔是咧好心咧替咱监测地动哦，伊是咧
地震仪不是咧讲这地动，要看啥？要看啥？来看原子弹试爆。哦，我俩就要找地牛啊，看这个原子弹的气爆啊。哦，这若无讲，大家拢唔知。其实吼，这原子弹的爆炸吼，伊地震波吼，已经传中远的，因为这吼，比如讲大陆吼，还是苏联吼，因土地拢种真快，因伫咧地崩吼。你即啊唔知影，拢唔知因发展到什么所以老师，这个地动的波，加这个原子弹无共爆炸的这无共，无无共款，我用摕来比啊，假是一看就知影无共。这不是地牛，这是原子弹。啊，所以差不多20年前吼，北韩那边吼有一个大地动，啊，大家一看讲啊，这都唔是地动啊。所以迄阵大家知影，哦，伊嘛咧爆，伊嘛咧爆，哦，这个气爆，就是咧用这个感觉。因对我拢讲，啊，这地动，啊，所以讲咱就是爱有这较知影，较袂用骗去。哦，袂叫内行，哇，这安尼原来地动仪也有安尼吼，但是伊这小。是不是内面的这个感测的物件更较幼？对，咱即马愈做哦，即马电子的吼愈做愈细。咱过去吼，这拢爱带喺土内面还是空？爱有一个基座，基座。咱这地震仪吼，有的是要真正咧量地动，有的是要量咱这建筑物安怎摇，所以有无同款的目的，无同款的设计。哦，所以这美甲足济呢。对，哇，我看讲这还有其他的所在，咱又来看。刷落去，在遮这咱算这点蓝色哦。点蓝色。其实点蓝色若无人甲你讲吼，你无一定看有。是。你继续看。我看这吼叫做中央气象局海气象资料图表哦。啊，这是要浮喺海面。这浮喺海面，这足重的哦，这几啊吨的我讲伊真的啦，这咱这模型尔啦。等下刚刚来看真的哈。你看，这有风速计啊，后壁有这嘛有温度计啊。所以伊是浮伫海面。浮伫海面。这是风吹啊。风吹着这太阳能板所以家里有能量会当运作，当运作。这真贵。毋过吼，咱讲地球讲2/3是海面嘛，所以咱咧资料空，咱咧陆地先咧观测佫无够，所以一定爱有海面的观测。海面的观测吼，足贵的，佫足歹观测的。所以咱这等于是，这咱台湾即马差不多5-6粒尔啦。5-6粒。毋过全世界真侪啦，因为这上准咱因为这伤贵所以即马有当时用这卫星咧看海面的资料这卫星的看较济，毋过较无准所以两个要夹起来这个较准毋过比对毋过咱甲因一寡资料尔这资料较济较全面性，两个斗起来。安尼等于做参考，对。这放的时阵是放伫公海还是放伫咱的近海？咱这放伫近海啦，因为有留一个，有留较远一挂伫咧台东那边吼，等于台湾大学咧管的放较远一挂。我迄边足深的哦，足深你这袂用互伊海水乱洗，所以下底爱真长的绳啊，踮的海底，甲顶掉咧。这无简单，真麻烦哦。无简单，等下咱会看这真的真的，咱会感觉讲偌大粒。浮标，浮标。老师，你带我来看这电池要创啊？这毋是电池，莫爱甲看安尼较变着。看音了的无点，这毋是电池。咱即摆咧气象报气象的预报拢爱靠大电脑，这就是大电脑的模型。这电脑一台几十亿哦，即摆咱这全世界。我爱甲你拜。咱即马全世界足侪人足侪所在，大家拢咧做天气预报。即马咧大家咧比赛讲谁较厉害，
其实咧比赛咧上的电脑较紧，上有上紧的电脑，因超别拢电尔。所以这是超级电脑。哎，过去叫做超级电脑，啊，即马这比过去的超级电脑更加超级。进化。哎，所以即马叫做 High Performance， 高效率计算机。哦。所以啊，失敬。啊，像这吼，这等于是咱台湾伫个亚热带吼，副热带等于咱全球吼，咱是头一个国家有法度做这，我都做这，咱的发展伫个亚洲，伫个亚洲可能比日本较慢一寡，所以讲咱这方面吼，咱的基础真好。啊，咱过去吼，真若讲无这时吼，靠这人吼经验。像过去上厉害的预报员吼，伊报一工袂歹吼，第二工啊就无啥准啊，第三工较深刻就好。啊，即马电脑吼，伊若会晓看，留啊一个训练，上无3工以来拢一定真准的。啊，即马咱照应起来吼，即马5工比进前的迄讲客人的吼，一工更较准5工。哦。啊，若即马吼，因即马咧准备吼。10工以来，拢有参考，拢 OK， 拢会使10工以来。啊，咱即马对外吼，正式的是讲报7工啦，一礼拜。其实恁即马已经差不多会用报啊10工哦，照应起来有技术啊，有准头，对。但是老师，这咱即马 AI 开始咧应用啊，对。啊，这以后可能会更加精密咯。咱 AI 吼，其实是爱。建立伫咱这传统的电脑预报的顶头，因为这爱有传统的电脑预报，互你足侪资料出来。AI 个对内底个甲靠用的资料，对，爱饲资料可以，所以爱这做基础。哦，所以人咧讲人工智慧啊，其实伊的基础是工人智慧。对，唔是讲有 AI 啊，这就放弃。无，拢爱。所以人咧讲万事咧照起工来啦。对，这基础有道理。老师，这叫做浮标哦。对，你看遐重，一般人就是安尼哦。遐重爱放伫咧海面，你看下底爱外长的外用的锁啊，甲拔个条。啊，甲剃掉的呢。爱甲拔掉，所以这锁啊吼，这原来技术咯。你看顶头哦是这种的哦。铁链呢？铁链哦，啊，若无用铁链，一看就用砍。放这不是铁哦，这是钢哦。啊，这钢对，若无安尼吼，一看就去互迄渔船啊游长去。又听声哦，就是这浮标啦。所以这海上的观测无简单。无简单的吼。无简单。这个叫做 tipping buckets，rain gauge。tipping bucket 就是咚的汤啊声。是。啊，这是要安怎汤啊声？这人拄则看哦，雨量桶内底就是装一个这。哦，迄汤啊内面是这。对，咱汤啊顶头一个漏斗吼，加雨水安尼吸来，滴对遮落来。滴对遮就滴对遮来。正若这个地膜爱着扣。哦，tipping， 扣啊，这水就流掉，即马变到地这边，这边感觉个扣，这扣一声就是0.5毫米的雨量，咱热天咱这雨后对了，有点来讲，时雨量破百，雨量破百，时雨量破百，破百，啊，唔是空2000摆，你要算看卖，这一个甲0.5尔，所以。破百开始要2000摆，扣一点钟要2000摆，所以讲迄雨真大，搞法到安尼，200摆啦，讲唔对，200摆，对200摆，200摆，扣200摆对，逐项都爱明真落去观察啊，斟酌啦，是，这就叫做 tipping bucket rain gauge。啊，刷落来，咱来门口口看一个。球，迄浮空的球，看伊这吼，内面要变啥物魔术？听讲伊会当安尼变换，换这个荧幕内面真侪资料。迄条我足介意的。好，来看。我迄阵咧填志愿的时哦，要到的时排伫我后壁，同事甲我摕去看，讲，你呆呆那拢无写头，无写头啦。伊讲，
我给你改好无？我讲好啊，头前6个你莫甲我改，后壁10代你改，凊彩你改。哎，爱真正甲我改。啊，无本来无填这个志愿，因为迄阵吼叫做大气科学系哈。哦，大气科学。哎，我迄阵唔知影这是啥物物件。老师，哎，这个球看起来真厉害呢，扑空呢。这甲咱的直觉较接近啦，吼。像讲咱这地球圆的吼，咱普通咧看的图拢平嘛，吼。啊平都看袂出地球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这吼，想要甲咱讲吼，极端气候。这点安尼要安怎来看？好，来，咱即马大家拢真重视这全球暖化，吼，全球暖化。好，咱来看对。差不多100年前到即嘛的暖化安怎？来，咱来看一个开始。哦，这伫个19对，他在700开始。哎，对，吼，你来看，本来是白哦，啊，渐渐这红的吼，就是变柑仔出来。哎，红的就是愈来愈烧，这愈发烧啊。哎，啊，咱台湾伫遮哦，来看台湾伫遮，咱台湾哪有发烧哦？哦，啊，毋过吼，它大哦。咱去看一遍吼，本来是蓝色就是较冷。吼，啊，即马愈来愈感觉色吼，这就是温度计，哎，温度，哎，超1970了后开始热起来。哎呦，发生什么大代志？哎，还是慢慢累积的。慢慢到1975了后开始较紧。所以这吼，这不得不甲公中啦，吼。哦，哎呦，哦，你来看，哦。哎，咱来看上尾张，到底上尾张就好。咱台湾这边红起来啊，啊，毋过你要看，来，咱看日本这边，哇，日本这条红甲变乌去。嘿，因比咱搁较严重，啊，这是旧年哦，今年因我那共款，今年我那真侪人哦讲哇，台湾足热，行来日本佚佗，结果大家过来分温去。像讲咱讲个。北海道，吼，台湾北海道应该拢全冰哦，超炎啊！今年有40度啊，就是这，哎，就是这。啊，这是安怎？这边特别烧热，迄就是咱这吼全球的暖化吼。那咱伫个咱这赤道这方面吼，因为地球咧转的关系吼，赤道这边的温度较袂差遐济。啊，所以这边若有了较少咧，伊的迄热气啊，对两边安尼。散出来，哎，散出来，好，啊，散出来，咱这热带的边啊，甲寒带这边这吼，较烧的甲较冷的接角遮变较快，热带变较快，对，啊，所以这边温度升了上济，啊，所以这唔是唔那空这海面尔吼，其实你怎样甲西过来，规个地球拢伫咧这总纬度。规条，规一条，拢伫总纬度的影响上大。啊，这具体对因的农业、对因的生活，其实产生真大的影响。像讲今年正好有咧看这新闻的人，欧洲啊，野火会烧啊足严重的哦，破纪录的。加州，加州喺另外一边的，加州是美国，啊，欧洲啦，欧洲嘛，欧洲像讲法国，啊，这。西班牙，来遮，对，这边。这非洲，顶头，对。今年是对法国开始热起来，法国伫遮，啊过来的西班牙，过来这规个意大利，东欧，哇，顶头拢乌的呢。这边伊这是甲气候比较，其实上严重是伫个。地中海遮，伫咧中央遮，这边烧啊足严重，啊这死啦这边嘛是，这烧啊足严重的。啊，像这地球吼，咱这看这全球暖化呢，真明白啊，真明白。啊，另外一个我感觉真有效的是看咱这海漂的垃圾，因为咱台湾粪扫，对，咱台湾海边足侪粪扫的。啊，大家拢讲你拢乱，啊，咱来看一下。其实吼，咱唔好生灭家己，有当时唔是咱的问题。唔通嫌台湾，这就是咱这吼，咱垃圾吼，安尼甲放喺这粒地球的模拟内底，看伊走喺对。咱来看台湾伫对，
来，咱看台湾伫遮，哈，哎，你来看，咱这垃圾哈，一条，这就是咱的海咧洗哈，啊，你知道？海捞啦，海捞，啊，真啊有垃圾落去哈，伊集中伫遮，啊，咱这就是讲吼，一开始咱甲乱蛋，啊，伊家己洗，啊，怎集中伫咧遮？变做有人有带头安尼。对，怎集中伫遮，啊，咱台湾拄啊。有去扫着尾啦，啊，所以有点爱足侪咧海漂。干扫着尾就安尼。嘿，足侪海漂的垃圾对咱这台湾这边过来。所以老师，这吼真侪企业啦，真侪人哦发动讲好，咱来捡粪扫，捡袂完呢。捡袂完，啊，毋过嘛是爱捡啦，因为无捡人个海花实在袂看咧啦。哇，这个球吼，这是气象署一入来啊，就是安尼。对。但是小等啊。老师哦，要带咱来看讲，一直处理。咱伫网络顶头看到，真局长吼，拢敢若迄个猪跳鱼冒臭糖加走咧算，迄毋是凊彩乱算的。啊，要安怎看天气图？好，吼，咱到底来看。老师，你今仔甲我上课吼，咱要安怎来看天啊，看天象，因为其实哦，有诶真水，迄云啊，还是光啊，迄光啊，安尼。是。你甲咱小可介绍我偏芳一下呢。好。来，咱家有这吼，拢咧网络上一寡有翕相厉害的人吼，拢会送一寡足趣的相片互我。哦，所以那无一定是老师你家翕的。哎呀，我无遐厉害啦。哦，这歌手在民间就对啦。对。啊，来看卖嘿。这个叫做雨帆哈。雨帆是什么意思呢？云哈，雨粒啊，愈来愈大粒，伊就落落来。啊，落落来，若落到涂骹，咱叫做落雨。哈。啊，伫咧落来中间，这叫做雨瀑。哈。啊，若伫咧中的刷去，就无去啊。那叫做雨帆哦，所以雨帆甲雨瀑是同款物件，啊若爱看有落落来涂骹无？有落落涂骹，落落涂骹安尼规了安尼，敢若瀑布。这就是雨瀑。哦，敢若瀑布咧。雨瀑，吼，这个对，你看这对云顶头直接落落来到涂骹，像伫台北市有定讲，这条街过来，淡落落，啊，两一边大。我细汉时定定吼，阮爸爸骑奥多摆载我去学校。过这个石门园吼，啊就有雨咧，你足奇怪咧。这就是安尼，人即马吼有翕相，咱才知影讲，哦，原来咧落雨毋是安尼规大片，有当时安尼真正安尼开水龙头。开一层啊，吼，啊，刷下佫是耶稣光啊。这耶稣光吼，这翕相人足爱吼，这安尼有种神圣的感觉，这其实吼是这云甲这太阳光炸掉，炸掉的所在你就较暗。啊，这云敢有特定的云？无一定啊，无一定吼。啊，另外这叶状云，这叶啊，这豆叶啊，叶状云。哦，这过去吼，大家较唔知先吼，拢咧摇讲这是安怎来 ？UFO。对。看甲飞碟咧，尤其这个哦，足神的吼。啊，这即马吼，知影伊的原理吼。这是什么原理？这波当是咱这气流吼，要升云啊，佮也未升云的时阵吼，啊，你若拄着山，你起来落来吼，拄着山又爬过去，有爬过去啊，伫后壁嘛安尼吼，啊，你悬起来的所在，迄个云就出来，啊，落落来的所在，云就无去，啊，所以你毋好看伊这种云吼，看起来袂振动，啊，其实这风爱足透的，也搁咧用啊，爱足透的，甲会安尼，所以你即马知影讲看这个顶头有强风。有强风波通是表示讲咱边仔吼有迄较无稳定的天气，啊，大家注意，有点仔会开落雨。啊，另外这云动呢？哦，云动这吼，册上吼，差500年前就有人咧讲有这云安尼破一空，对，哦，这个名几百年前就有啊。啊，毋过阮的气象吼，到差不多20年前，甲伊的原理研究出来啊，进前吼，看这感觉真奇怪，那安尼一片云咱破一空，
哦，是啥物物件去破一空，结果即嘛知影，迄吼，若这云吼，若有冰也是甲水吼，同时伫内底出现，同时伫内底时吼，啊，伊这拢伫咧0度以下，伫咧0度以下，你正话留啊一寡，像讲鸟飞过，也是飞机飞过，也是附近安尼吼，甲顶头，冰会大粒，啊，水会蒸发去，这物理，物理，因为伫咧0度以下，冰较强势，啊，这水会蒸发去，啊，水蒸发去就变透明的，啊，像讲这一瞬间这冰落来。咱哦对云一路吼，对开始看这个观测这个观测的这个工具啦、设备啦、啊地动啦，啊，到了看云，佮看这个手机，其实哦，大家哦对这个气象资讯啊，真趣味，就是讲，这个人是安怎养成的吼？是安怎有人会去看这个研究这个天气吼？咱哦，小等下甲坐落来，好啊，甲问一下。哎，其实吼，今仔日哦，应该是吼，规班超50军拢爱来问吼，局长吼，你安怎对读气象啊做到遮啊一世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感觉，对着咱台湾诶气候诶预报也好吼，这整个事业，但是内面实在太精彩吼。我要先问局长讲，你安怎踏入这个气象界是好好的读这本科吗？是，啊，毋过吼，咱迄阵联考你应该知影，咱迄阵就是先填志愿，填志愿，甲考试。啊，我迄阵咧填志愿的时吼，要到的时排伫我后壁，同学甲我提去看，讲，你大哪拢无写头，无写头啦。伊讲，我甲你改好无？我讲好啊，头前6个你莫甲我改，后壁实在你改，凊彩你改。真正甲我改。啊，无本来无填这个志愿，因为迄阵吼叫做大气科学系吼。哦，大气科学。我迄阵毋知影这是啥物物件，确实真正毋知影。啊，你若讲气象，我迄阵就知影。啊，大气科学系毋知影，所以我无填。哦，但是要读这科吼，那少年朋友，那看咱这规级表吼，开始有兴趣，你甲咱讲内面爱读啥物物啊？读物理、读化学，还是读啥物？啊，有这个基础。其实拢爱呢。尤其是即马吼，新的可能数学原来真重要，数学甲物理。哦，所以这毋是滚生笑的呢。但是田老师吼，其实是博士班了后，佮去研究。我是大学毕业啊，去美国读博士。啊，才转来服务。才转来。你甲咱讲吼，你超30几档嘛吼？伫咧气象局33年。33年吼，你认为咱台湾这30-40年，咱的气象的预报，整个的体制的变化，你上大的感触是啥？哦，这30年变化实在有够济。拄我转来时吼，迄阵若咧做预报吼，爱甲这光爱炸起来，应叫一个暗示啊。因为迄阵的投影机吼，迄光伤暗。你怎啊讲？无，迄阵的布帘啊，乌妈妈爱哦，啊一群人伫内底啊，客做伙咧讲哦，啊，即马这安尼资料安怎，一张图来看。迄阵还佫无用电脑，拄我转来时。哦，迄差太济咧。敢看 X 光的这光片共款。古早的。古早吼。我现在先问这题哦，这题就是因为。老师即马拢伫面册顶头，甲大家咧分享，而且咱睇看这个图，拢是网友摕来的。你看看这个变化对你来讲上大的意义，人都讲啊，你专业的人啊，哪会当喺这面册顶头咧讲这安尼啊？这个咱这吼天气就是爱沟通啦，因为咱天气唔是讲咱这上名个铁口直断啊，其实咱天气吼，靠那报拢有一寡可能性。那有当时啊，咱若讲真有把握，咱等于直接讲；咱若无把握，其实咧要沟通无遐简单啦。啊，过去像讲咱讲莫拉克就好啦。莫拉克其实对气象局来讲迄是头一遍讲一报咱这雨量对500开始报，这头一遍。
因为过去吼无遐准，拢咧豆豆啊看风台安怎甲豆豆加价，嘿，拢对100开始，200、300，这真正来啊甲悬起来。啊，迄阵风台正就讲500开始，因为迄阵开始啦，咱咧电脑的预报开始有好参考，啊，所以迄边是大家是感觉讲哦，气象讲头一遍上准吼，啊上勇敢，500开始，啊第二步就800，已经。迄阵的感觉吼，迄阵的资料吼，那500以上已经是饮水的真严重啊，所以500就是足强的预警啊。啊，结果5卡人但拢唔知影，啊，迄就是咱这资讯无够啦，讲无够啦。观众较一般的这个民众无平常时就养成这个惯性。因为迄阵吼无啥资料的来源，啊，所以讲咱这气象局内底人。看的资料遐济着，啊，讲出来讲几句啊尔，这落差真大啦。落差真大。嘿，所以你才会开始用面册。嘿，我对迄阵开始讲袂使，咱一定要甲这资讯的差距啊，甲救落来。嘿，爱去变。嘿，所以才会陆陆续续真侪网友个等一寡图无你来改签诗啊。迄其实是意外。啊，结果是这人讲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安尼。本来我设定是讲要介绍这天气的知识，大家知影。结果哇，我是感觉这相片愈讲愈趣味，啊，愈侪人要送互我，变做即马变做主要是咧大家来讨论这。刚才咧改签诗咧。讨论这相片是啥物意思？这种文是啥物意思？安怎来？啊，有定仔讲是咧日考，这是啥物原理？啊，变做是咧讲这啊，其实这嘛好，大家对这现象有趣味，啊，就较注意这天气的预报的资讯，啊，这其实嘛好代志。你会建议讲，咱的观众朋友吼，自细汉开始要安怎开始来关注着天气？对咱生活当中会当先观察什么物件，还是讲？无啦，你着逐工哦，拍开这气象局的、气象署的这个网站，安尼就使啊，看你的面册就 OK 啊。其实啊，咱爱有真正家己去印证啦吼。你看预报是安怎，啊实在的天气是安怎，爱家己去经验，才会知影讲，咱这文字上的描述，甲实在，这是啥物关系？啊，像讲咱的文字其实是有限。咱无法度讲，预报用是无法度讲安尼遐济着，啊，毋过咱天气的变化确实足复杂的足济，啊，所以讲咱所有预报一定是浓缩简要、抓重点尔，啊，所以你家己嘛是爱有经验去讲，哦，那报安尼时可能是安怎，哦，安尼迄种感觉较实在，尤其是风台来的时哦，风台的时安怎讲，迄种的预报的警告吼，用的。词啊，词是安怎？啊，实在真正的时是安怎吼？这爱会倒会起来。所以爱是应景。尤其是雨落偌大，即摆形容词真济吼，像讲300、400、500吼，总雨量吼，啊，这你的感觉是安怎？譬如讲，头仔局长你有讲啊，500莫拉克，莫拉克，这个500。我的印象就真深刻，我就有感受讲，哦，500差不多是迄种模样。但是若是一般，但是阮兜囡仔才5岁，伊就毋捌有莫拉克啊。其实若对天气无注意的人吼，你讲500，讲1000，伊嘛无啥感觉。啊，真若有咧注意的人就知影，哦，像咱即嘛热天，人会有雨对流，100足大哦，啊，毋过迄时间较短。啊，所以讲虽然100是真大，啊时间短，所以较袂淹水。有点只了积水尔，袂淹。啊，若一工600、500、600，迄就无共啊。所以就爱观察啊，而且吼，你厝诶若有囝儿是啥啊，你就甲讲了后带去看。对。会变做生活教育。因为咱台湾确实这天气的灾害真济啦，逐年拢有嘛。啊，所以讲这咱等于爱知影这预警啊，咱家己知影爱安怎去准备，安怎避
避灾啦。所以哦，其实啊，我咧讲哦，气象署到目前哦，伊的使命已经唔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已啦。希望尔啦，啊，咱爱现实吼，当年都拢有这灾害啊。是啊，咱对头仔看，你看啊，一个地球顶头粪扫吼，变做洋流那只细。啊，气候变迁变做发烧、感冒，乃至到讲地动，拢甲咱气象署有关系。会使讲哦，这世界万行代拢伫咱气象署郑老师靠来哦。无，郑老师虽然是退休啊，退而不休啊，在面册顶头啊，欢迎大家继续甲伊互动，啊，摕物件来吼，可以来解签诗，毋是解签诗，可以来看图吼，来讲互大家听，更加普及。趣味吼上好。是，今仔真欢喜哦，有这个机会啊，甲郑老师哦，他吼来讲天讲地啊，讲过去，讲现在，讲未来啊。感谢郑老师，感谢。